个板子拿出来，拿高一点，好不好？哦。刚刚啊，我就觉得一道光芒这样很闪，很闪，很闪。因为得了金曲奖之后，龟先坤那金光相向啊，你好，啊，马上就要开演唱会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不是在台北小巨蛋，但是我们在这个旗津也要让它有那种台北小巨蛋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尖叫声先给我准备一下尖叫声。不太大声，以我的标准不太够哦。你这个尖叫声只能我出现而已，再大声一点，尖叫声！嘉义尖叫声在哪里？哦，好，你们想看到谁？许富凯。哦。干嘛？好。好啊，让我们这个雾红呢，先稍微这个准备一下哈。好，那提醒大家啊，我们这个黑沙玩艺节呢，我们的所有的活动啊，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呢，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哈。那接下来还会有这个星空音乐啊，这个电影的这个播放啊，大家可以坐在这个沙发上啊来看我们这个电影哈。好，那。既然大家已经声声呼唤了，我一定要请他出来了哈，所以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许富凯。麦克风，没有声音，有没有声音？尖叫声你懂？谢谢。双手借我。今夜的天气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无的心情，又搁是3更半暝的暗暝，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双手借我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。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起来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如果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的朋友呢？继续关好节的重点，我希望大家现场的每位朋友都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，比一个爱心好不好？后面朋友，然后呢，让我听到“宝贝”这2个字的声音，来一起，你是我最爱的，非常好。又是3更半暝的暗暝，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。因为你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。再次，你是我最爱的，再大声哦！受风吹，惊
这样子而已吗？再一次哦，尖叫声！谢谢。嗨，好久不见。嗨。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的吗？欢迎。哇，太多人要看。真的哈，谢谢，感谢你。人长得怎么样？帅，太帅了啦！谢谢啦，有品味哈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，再次回到了高雄自己的故乡。今天非常开心来到了旗津，大家知道我是多位人无？岐山。对，甲旗津差一个岐山。嘿，有去过岐山无？来旗津的感觉是安怎？不啦，我是讲旗津啊，不是老街，是岐山。你有去食海产无？有去食海产吼。若感觉今仔日活动办了袂歹，去互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泼声一下好不好？非常的辛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想要带来第二首歌，这一首歌呢是我今年得到金曲奖这张专辑里头的一首主打歌。我相信大家一定要唱这首歌，黄以玲姐的《火线情》，谢谢。